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大事台，头先就来报您知。卫福部长陈时中伫今仔宣布，已经伫武汉肺炎疫苗分配平台成功签约，按算伫10月地付定金。针对着开放美国鸦片的行政命令，立法院调野党团拢希望委员会进行审查，另外21会会讨论着明年健保费起价问题。北韩枪杀南韩渔业部公务人员事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仔日也出面甲南韩会师的。武汉肺炎疫苗已经进入到第3期，也就是临床试验咯。这也代表讲，搁再无偌久，疫苗就通好上市啊。卫福部长陈时中在今日证实，因甲新冠疫苗的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这个平台成功签约，按算伫10月地付定金。也讲到对 COVAX 这个疫苗分配真有信心，而且袂使用中国制造疫苗。若准疫苗顺利来到台湾，有60%的民众会当大声注着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伫传，疫苗也未上市，世界各国已经开始要抢买啊。未来疫苗分配平台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即阵大约有156国加入，台湾也是其中之一。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早起在立法院闭巡时表示，已经甲这个平台成功签约。115亿要来采购疫苗，想要请教一下，那规划如何？跟 COVAX 我们大概9月18号已经签约了。好，那大概10月初，我们大概就会付定金。不过，要立委这期敢讲签约就法度保证摕到疫苗，什么时阵会摕到疫苗？但市长并无明讲。不过，这阵会确定的就是对疫苗公平分配已经有信心。确定等得到吗？到底要等多久？那会不会到时候会受到一些国际政治力的干预，让我们没有疫苗可以打？这个平台应该政治力的干预不多。所以对于公平的分配这一点，我们是绝对有信心。我们不选择中国的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COVAX 甲所有进入临床试验大厂拢有签约，即阵全球大约9个疫苗进入临床第3期，也毋过即阵拢也未完成，所以讲无法度确认什么时阵会摕到疫苗。这是全球拢拄着问题，也强调若是成功买到疫苗，也毋是人人拢输得到。包括医事人员呐，65岁以上还有50岁以上的这些，都有列出一些优先的对象了。大概类似像流感这样子哦，含总人口的60%左右。1358万。另外，伫疫情部分，指挥中心2号也公布，新增加一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30多岁男性菲律宾籍移工，即阵住院隔离中，国内总计510例确诊病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翠安国家队精神科技，进前去互卫生局查到因偷设生产线，想袂走继续对查落去，竟然因所偷设的生产线拢总有22条。卫生局当场甲所有的设备、原料以及着成品全部封存。卫生局也依照着违反药事法，甲业者罚到上重200万。我们认为这个他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楼层。以及在外面，也就是左营的这个部分，去设置这个医用口罩的这个部分，其实违反57条，而且有22条生产日期哈。我们认为这个是情节重大，所以我们处200万的一个罚款。卫生局表示，精神科技伫3面区的5楼厂房有3条合法的生产线，不过伫6楼甲3楼各加设20条，以及着24伫左营所查到的2条。目前所有的设备拢已经打封条，这款设备敢是对翠安国家队内机台以及所生产的翠安究竟走去倒位去，目前也当咧调查。今年4月，中华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去到病院检查的时阵，发现讲伊的肺部有溃疡，病院怀疑讲是武汉肺炎的病例，就建议伊爱带病院采检。想袂到这个查甫人却失去理智，伫病院内面吵吵闹闹。中华地方法院也依照着违反特别条例甲医疗法，判刑5个月，也要求伊爱寄付劳务80点钟。这个查甫人郑吉东摕到灭火器，就要向这个医护人员、几名医护甲保全人员赶紧甲动起来。今年4月，这个查甫人因为不接受医师建议，暂时隔离接受新冠肺炎的采检，摕物件要讲人甲破坏。中华地院经过审理了后，以违反特别条例甲医疗法，将这查甫人判刑5个月，也已提供80点钟的义务劳务。本院各就这个2罪各判处为期徒刑3月，那应执行有期徒刑5月。那如一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那缓刑2年。
这10人所有认罪，也甲检方达成协商合意，会用1颗罚金缓刑2年。不过也正做彰化修例，因为违反特别条例被判刑案件。当时医护人员表示，因为这10人来看医生的时阵，发现伊的肺有问题，甲新冠肺炎症状真共款，建议先带好隔离病房接受采检。医说发生地大闹，医护人员想到当时也是感觉有点恐怖。在里面的尾端，他扬言说他自己跳下去，因为他不想被拘押。他说是要打，也是拿灭火器要给我们。哦，是啊。对。暴力以外，它其实还有相关防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都应该给予医院在相关的防护跟演练上有一些辅助措施，这样。虽然这10波人每2摆采检拢是阴性，也至少隔离14天，不过医改会表示，医护人员搁在暴露在高暴力风险，这回也是面对疑似感染的患者。身体甲心理压力真大，建议病院方面应该加强保全甲警方的联系机制。而病院方面是表示尊重司法判决，表示一切遵照标准流程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伫今仔日要处理甲美国猪肉、牛肉相关的9项行政命令，本地是要交予相关的委员会备查。不过，朝野党团有共识做伙提案，甲行政命令交予5个委员会进行审查。立法院自5日前处理农委会为发布公告，放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美国猪30个人以上美国牛的9项行政命令。原本只需要交付相关委员会备查，不过国民党团主张应该改为审查，若无会反弹。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纾困3.0预算案的技术，应该向立法院报告，送立法院，我们都照做。立法院要怎么进行，我们都尊重，也不反对。备查改为审查。我想立法院他的决议我们都尊重嘛多一点讨论也是很好。行政议会首长态度放软，民进党团表示无反对，也提案改为审查。不论是民进党也好，任何党派，他们的意见也就是如此。那民进党也会正式提出由备查改为审查。议场当中气氛缓和，国民党团搬出道具伫备战，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一直向南会沟通，最后伫朝野党团共同提案之下，相关行政命令交付5个相关委员会审查，无亲像有期的上演表决大战。很欣慰了其他各个党都同意改为审查，而且极大化参与的委员会，所以呢，到最后大家就一起共提，让5个委员会一起联审。苏贞昌也顺利上台报告纾困3.0预算，伊指出追加2700亿预算会全部以机制方式执行，其中383亿用伫疫苗研发在内防治经费。另外1717亿用来办理进行3倍款企业贷款融资保证甲企业用电补助。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行政院推出的第3摆防疫计划，总预算已经到4200亿。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伫今仔召开健保总业协商会议，评估伫人口老化影响之下，健保了出去的钱到明年年底会超过771亿，安全准备金也会加过1个月。面对着这款的情形，也已经达到甲健保费起价规定，按算伫11月就会进行讨论。经过10点半钟讨论，马里岛健保总业协商会议将完成。由台湾人口结构老化带动医疗服务需求增加。根据健保会估算，健保总业已经对107年大约大票6853亿，每年成长到109年的7526亿。亏损继续扩大，预计今年底收支欠缺金额达到676亿。但是以行政院协定的总业成长率下限2.907%来推算，安全准备金在明年底就无法达到上计标准1个月。成长率下限2.907来计算的话，安全准备到110年底会无法符合我们最少需要维持1个月健保支出给付支出的一个规定。在这么艰巨的一个财务压力下，怎么去达成一个协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依据健保法规定，若健保安全准备金在1个半月以下，就必须重新检讨汇率。若以健保会推估明年底准备金敢若存0.54个月会符合起价标准。健保会讲，在不面临困难条件之下，这摆会议在起考、中医问诊甲其他预算拢达成共识。而病医总价、西医基层总价无得到共识部分，会以2案共同停息方式报请卫福部来决定。西医基层希望能够增编 COVID-19 的相关预算。那这个就是付费者觉得，这个 COVID-19 呢是法定传染病依法应该由公务预算支应，而且政府也编了有一些特别预算。健保会强调，这种汇率是不是起价也未定案，估计10月23开会定案了后，会报予卫福部，11月中会开会讨论汇率，而是不是斗阵来讨论调起的部分负担，会看健保署是不是提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24伫屏东的九平基地甲台东的三仙台进行飞弹试射，却引起中国关注。中国解放军的情报船对10月开始就出现伫花莲外海，而且一来就是一礼拜外。另外，中国军机在今仔日唔但入侵台湾的西南部空域，甚至佫出现伫东南部的空域啊。解放军有新的威胁台海行动，东部战区发布飞弹试射影片。根据多位新闻网分析，这摆试射飞弹被看作是解放军攻台第一轮打击火力。东方12底定带着飞弹对台湾恐吓意味十足。国军对于台海区域安全情势都能够及时的掌握，严密的监控。国军也会做好各项的战备训练，来应各种军事威胁，确保国防的安全。中科院只是暗时9点外，伫屏东高平基地飞弹试射，试射范围为华东海岸到绿岛，南属以东外海。台东三仙台也试射飞弹，疑似以实弹武器进行高空轰炸。有看到怎样？一阵闪光，就什么都不见了。很大声吗？很大声。外界分析，这摆飞弹试射有可能是天宫3正停行防空飞弹的验证，佮因为上大弹道关度是无限悬，解放军情报船18度出现伫花莲外海一礼拜。学者分析，中科院武器测试往往是研发中的先进武器，解放军提高警觉，高度关心。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除了收集相关的，比如说飞弹的相关的参数之外，其实也可以了解它九鹏基地它的相关的测试场。相关的能量，甚至于相关的装备，它都可以做个推算。不止派情报船，真数试射数期解放军差不多逐工派军机交代15度了上台升，入侵西南空域，高真罕见出现伫东南空域。甲情报船海空联合真数意味真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东南空域高度6000公尺中共军机注意，若进入我 ADIZ， 影响我东南安全，立即回转处理。飞机首航推特表示，美军2架 B-1B 轰炸机25飞向台湾，国防部无愿意加做回应。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是趁着事件，就算中国无胜算，依然可能对台动武。或者分析这好像华府内部传出恢复美军驻台声音，落到中国底线可能引起台海局势动乱。记者综合报道。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伫Twitter顶头，家己的称号改做是驻美国大使了后，派驻日本的谢中廷、德国的谢志伟，也去互媒体或者是官员称号做大使。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戏棚卡徛久的人个，认为台湾的朋友会愈来愈多。另外，伫联合国大会顶头，已经有5个友邦替台湾出声了。立法院成立台湾甲匈牙利，还佫有斯洛维尼亚国会友好联谊会，都要担任驻奥地利的代表张小月嘛亲身出席，希望未来会当深化甲欧洲之间的关系。尤其匈牙利是台湾伫欧盟当中第2大经济往来的国家。我们跟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对欧盟各国的投资里面，匈牙利是排行第2。斯洛维尼亚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欧洲议会都大力的支持我们台湾。台湾甲欧盟的关系渐渐变较深，嘛寻求突破国际空间。伫进前驻美代表萧美琴伫推特甲家己改称做驻美大使了后，日本富士电视台嘛伫播出驻日代表谢中廷的访问的时阵，改称做台湾驻日大使。另外，驻德国的代表谢志伟，甲德国议员视讯会议的时阵，主持人嘛以台湾大使馆的谢大使甲称呼，互伊真有信心，台湾将基本会成做联合国的会员。渐渐都会越来越
正式的以大使来称呼，也越来越会把住处的名称改为台湾，越来越符合事实，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台湾人讲一句话，戏边卡徛久人的。We therefore call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 to the human family and ensure that 23.5 million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the people of other nations. 因那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持续伫进行。第3天，台湾的友邦落入海地发言挺台湾。海地的总统摩伊士感谢台湾协助控制疫情，而且要求联合国爱接纳台湾。因那联大总辩论到达，已经有5个友邦替台湾发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高雄的租霸集团伫2017到2018年之间，利用人头4个去做抢房甲土地，再甲清运业者直接甲一寡大型的粪扫废弃物，才来到一寡抢房甲土地。等候地主发现的时阵，人就已经臭了了啊！环保局去清查到地，也发现讲这粪扫竟然有2万多吨，桥头地方法院也判这3名嫌犯上当的人要关到10年。为大门看入去，仓库内底放的不是机台，是大量的废弃物。不止工厂内底粪扫满到2楼仓库，阁有较侪粪扫满出来，伫外口蹲成一个粪扫山，这全部拢是被租霸集团恶意骗。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只是以为也是仓库要放东西的，对啊，是后来才知道是放这些废弃物。在燕巢政府大社区顶24个所在，拢有地主受害。租霸集团过体会顶3个人4个用人头做抢房土地，所以期甲有清运废弃物需求的厂商接触。2017到2018年，大量收塑胶、五金甲废料这个事件废弃物，个联络大货车运废弃物进场拼，捞2万多吨废弃物。地主发现仓库被蹲满粪扫，求助无门。桥头地院东判郭铁伟10年徒刑，陆营总甲黄正凯5年甲6年6个月徒刑，专案也个人上诉。承租的厂址堆满废弃物，致使被害人遭受严重的损失。为了避免污染扩大，又必须由环保机关先代为清除，形成他人犯罪赚取不法利益，由全民负担的不公平现象。目前为止，这14个厂址4个已经清理完毕了。好，那6个目前为止正在清理中。那还有4个部分，好，我们还等待犯罪的人还有地主的部分，或者是侵业者的部分，提出他的一个清理计划。法院透过谈判，希望对不肖业者有协助作用。环保局表示，检测这废弃物被对土甲环境造成立即性的污染，所以无限期清理。不过，什么时阵已经清理了？除了受害地主有苦难言，附近居民也烦恼。去年10月，林恒仓库火警意外，会伫家己厝内底附近定险，结果会真歹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本旗湖、本旗山的爬山步道，是民众真爱去行大所在。爬山口也有58个停车格啊。最近真侪民众兴露营，着人规起甲露营车停伫咧停车格啊内面，而且阁免费使用公共资源。不过，这款的行为也已经造成别人的困扰。林管处表示讲，若准日后阁再发，就依照法规甲民众处罚。这礼拜啊！你敢有捌停伫迄停车场过安尼？是捌啦，捌停过啦，嘿啊。所以林管处有来劝导过？有啊，伊劝导阮就使离开啊。公用停车场无露营车增加真侪车费，过边的便所因为最近露营真兴，环境甲水资源受到影响。有一些那个露营车就在这边停放啊，因为他们也有一段时间可能有时候住个几天，大量用这边山区有限的水源嘛，然后因为长期住在这边嘛，然后有一些环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破坏污染啊。嘉义县则徛向大东山步道边的公用停车场，民众反映被露营人长期占用，佫造成环境污染。林管处派人看到，限时离开。你10个内底面有一个、2、3个较无守规矩，当然会破坏掉另外6、7个守规矩的啦。为方便山友设置的停车场变成露营车营地，民众官员要游客替露营车做抱不平，鼓励人家来外面，要不然人家停车。如果说如果今天是早上的，如果下午来，我在这边休息一下、睡一下，是不是要宿营或者什么？
农业车主表示，附近农业区费用伤过悬，对因退休人负担不起，希望因开放停车场收费使用。不过，林管处也表示，考虑到法令甲生命安全这问题，爱国评估。目前已愿意提供所有暂时停车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台南科学园区用水问题，这个月18日，台南安平在清水厂开始动工路。不过有一项大工程，就是要修一条管线到23公里外的台积电南科厂。就团体认为讲安尼做会加开成本。不过台南的水利局表示，这条管线有必要性，也较未抢到民众要用的水。工作人员当地的赶工课，就是要把再生水厂的基础完成。顶个月18日，安平再生水厂动土典礼，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落南参加。不过水厂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供给台积电南科厂来使用，嘛按算有23公里长的专用管线。这嘛引起民代，还有环保团体质疑讲，敢有专用管线的必要？在来年还有所谓的一个逆送水管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可以去努力让安平工业区、让科工区或周边其他就近的工业区企业也愿意尽它的社会责任，使用再生水。然后因为这个管线有23公里长嘛，好，那其实基本上是违反自然法则，也耗电。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整个国家或者整个台南市整个用水计划到底未来的方向是怎样？台南市水利局解释，39.94亿的经费是由内政部营建署补助92%。虽然目前市府负担8%，不过未来会豆豆行，甚至一年还阁会当赚6000万。加上有专用管线的方式来供水，买当降低甲民生用水咧竞争的情形。那个管路的稳定的水质的部分是会比较稳定然后也不会因为天候的因素导致说到时候缺水的时候去占用到整个的民生用水。水利局指出，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的推估，台南2031年供水可能会欠27.7万度。因为安尼，水的运用爱搁较精进，以再生水提供部分的产业用水，若会当稳定产业发展，嘛会当降低民生水资源无够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顶日南韩一名渔业部门的公务人员，好亲像是要投靠北韩，却去互北韩枪杀。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南韩谴责北韩的行为。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在今日也出面甲南韩回击咧，也讲到这款的事件，互南韩总统文在寅甲南韩的人民感觉真失望。南韩一个公务人员顶日疑似想要投诚北韩，却去互北韩的军方开枪弹死，遗体还阁互火化，引起南韩政府强烈的不满，批评这款恶霸的行为。因若北韩几啊天拢无讲啥，南韩国防部25证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真罕见向南韩回击咧。우리 측 수역에서 뜻밖의 불미스러운 일이 발생하여 문재인 대통령과 남녘 동포들에게 커다란 실망감을 더해준 데 대해 대단히 미안하게 생각한다는 뜻을 전하라고 하셨습니다. 洪大时的这个南韩渔业公务员，21坐顺河船去延平岛执行海顶的任务的时阵，常失踪无看人。南韩警方介入调查了后，发现讲，伊疑似想要渡海投诚北韩。不过北韩发现伊了后，是以阻挡新冠病毒边境防疫的规定，远距离开几啊千个弹死。针对这点，北韩是有回击的，不过嘛强调讲，因并无甲遗体火化。 우리 군인들은 불법 침입자가 사살된 것으로 판단하였으며 침입자가 타고 있던 부유물은 국가 비상 방역 규정에 따라 해상 현지에서 소각하였다고 합니다. 这个公务人员去用弹死的事件引起外界的关注，敢是会影响到两韩的关系。若北韩对违法通过两韩边境，无论是脱北者或者是脱南者，通常拢是以遣送回国的程序来处理。因若金正恩执政到今，至少已经有超过20个想要投靠北韩的南韩人去互遣送转去。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中国甲罗西亚24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视讯会议顶头，针对着武汉肺炎疫情，啥人爱担起责任，伫咧互相呛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毋但批评中国暗砍病毒的起源，也甲世界卫生组织骂惨落去。罗西亚的代表认为美国的指控是无证据的，中国也骂美国讲因是麻烦的制造者。To this day,
the world's scientists still do not have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spread of the virus, an understanding that on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n provide.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以视讯会议方式进行讨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延续2天前总统川普在连带实施演说路线，继续集中发挥全力甲新冠疫情责任归属指向中国。克拉夫特也指控世界卫生组织 WHO 协助中国欺骗世界，破坏甲记载国际间的名声。讲到尾啊，以为访一个改变，开始教训在定位外交官员。You know, shame on each of you. I am astonished and I'm disgusted by the content of today's discussion. I'm actually really quite ashamed of this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ouncil who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political grudges rather than the critical issue at hand. 俄罗斯大使聂班基亚讲，克拉夫特的发言是无根据的指控。伫中国上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是大话讲有够啊，反击美国为选球制造麻烦有够多咯。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its failure in handling COVID-19 is totally its own fault. 华府甲北京中间的互相争论，也影响到影视娱乐市场。伫好莱坞甲迪士尼影业和国务卿蓬佩奥点名批评亲中了后。以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为首的5位共和党参议员，以联名批方式要求串流平台 Netflix 王妃取消改编中国科幻小说家老祖欣的作品《三体》拍片计划。理由是伊在2019年纽约客杂志访谈，不为中共压制新疆维吾尔人的做法来讲话，讲北京是伫改善提升当地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举办114年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也宣布讲要改做是线顶举办。另外，美食百货感恩节游行无要开放现场的观众来参观。另外，明年巴西嘉年华也宣布讲要暂时延期，看疫情的情形再来做拍算。这是纽约时报广场头前，民众欢喜迎接以控制抗疫为名，不过今底确定是看无咯。新冠疫情大流行，跨年主办单位时报广场联名23宣布，为避免病毒拓开，倒头算活动改为线顶戏剧举办，取消实体跨年庆祝活动。这是自1907年开办到今嘛114年以来头一摆。往年啊，伫民众倒头算声音当中，水晶球会慢慢降落。也大量的彩带甲纸花，同时也会放烟火。今年广场只开放转播工作人员进入翕水晶球降落仪式，民众可能透过下载替代 App 的方式伫线上看。另外，纽约另外一个传统盛事美食百货感恩节大游行也宣布改为只限伫电视甲网络顶端转播，也就是无开放现场观众。主办单位大减参加人数75%，爱挂翠安保持社交距离，各禁止18岁以下参加。Em função de toda essa insegurança e instabilidade em relação à parte da área da ciência, de não saber se lá em fevereiro vamos ter ou não a certeza de uma vacina, nós chegamos à conclusão que esse processo tem que ser adiado, não temos como fazer em fevereiro. 巴西疫情严重，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一。巴西嘉年华游行主办单位里约热内卢圣巴姆学校14日宣布，原定2021年2月定场的游行延后举办。目前无明确日期，不过为避免影响一届游行上班会伫2021年1月举办。Today we're continu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upport the workforce, support jobs, livelihoods throughout the crisis. 英国为控制疫情，宣布为20时开始，英格兰地区的酒吧、餐厅甲其他娱乐场所，今日营业到暗时10点，时间一到，伦敦的顾客搁较唔情愿，也只好离开。And so my fear is, after a lifetime of work to get to this point, 45 years in this industry, I'm going to have everything taken away from me because I can't see beyond January. I just can't see into the future. It's an ever-changing field. 英国首相强生20时表示，新的防疫措施会使经济更较艰难，不过政府已经推出相关的就业补贴政策，协助降低病例，也爱让企业继续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18岁少女徛伫咧北极海的浮冰顶头，呼吁世界面对气候变化就要赶紧行动。另外，联合国大会第2次召开气候变迁会议，秘书长也呼吁各国伫疫情过后的规划当中，就要离开高碳排的产业，地球才有法度永续发展。
The world has a high fever and is burning up. Climate disruption is daily news, from devastating wildfires to record floods.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在这场气候的会议当中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对国际合作的考验。各国若无团结、无合作，会致使防疫失败，造成要几百万人死亡。若是以同款的心态应对气候变迁的危机，效果是不堪设想。古提瑞斯强调讲，各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计划、政策甲投资的组合，拢爱符合气候因素，控制地球升温直接是1.5度以内的原则。呼吁金融界停止向高排碳的产业融资，转向投资再生能源。All COVID-19 recovery packages need to accelerate the decarbo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y plans that supports economically costly and polluting coal or fossil fuel industries cannot be called recovery. 伫北极圈内底几百公里的北极海，18岁环保运动家克雷格徛伫咧铺伫水面的冰角顶悬，举标语顶悬写青年为气候罢工罢课，替北极的生态发声。克雷格是真有名爱护鸟的部落客，嘛是全球新世代响应每礼拜5罢课罢工抗争的少年环保运动者之一。伫绿色和平组织的邀請之下，航行3禮拜外去北極，進行這場佇地球上北邊的抗爭。When we finally realised that I suppose the grown-ups aren't going to solve this, so we have to do it ourselves. 咱若全球第4大排碳的國家俄羅斯，嘛有一個26歲小提琴家阿沙克馬基奇揚，每禮拜5伫咧莫斯科的街仔路發起氣候的抗爭。雖然當地防疫封鎖已經結束，抗爭的活動也是違法。阿沙克稱在是唯一一個示威者，嘛幾廿屆封掠。不過，伊表示伊會繼續堅持落去。記者綜合報道。台經院公布上新的產業景氣動向調查，台灣的服務業甲製造業已經是連續4個月攏是一直在提升。台經院也認為講第4月的經濟成長率有機會變好，今年 GDP 若準備收掉1.6%，應該是無問題。各國小連續解禁了後，全球的經濟大大回溫。國內嘛因為進入電子產業傳統的大國，加上美國進一步擴大對華為的限制，帶動相關供應鏈的表現。台經院公布上新的產業景氣動態調查，製造業的景氣氣候測驗點是98.83點，已經連續4個月是正關的狀態。因為服務業是96.21點，創下2019年6月份以來的新高。台灣的消費，大家可以看到，只有4月的時候稍微有受到一些影響，5月以後慢慢開始恢復正常。我們的貿易數據最近在7、8月已經開始重複轉正啊，然後開始慢慢的回升，外銷訂單也有一個不錯的表現，成長了13.6%。台經院表示，觀察最近國際經濟趨勢，美國和歐洲同步調懸今年第2季的經濟成長率，加上各國解禁了後的需求回穩的速度是超過進前預測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調懸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顯示今年全球的經濟萎縮的幅度無像進前預測的遐爾悲觀。因為國內伫咧機械業回穩，還佫有大賣、餐飲業攏轉做正成長的情形之下，整體來講，國內8月份整體的經濟表現是要算袂歹。第3季已經快結束，正式邁入第4季。那第4季如果疫情沒有大幅變化，應該整個來講，全球會比較好，那台灣相對會更好。台經院認為講，國際疫情還佫真嚴重，甚至有可能會引起第2屆的封鎖。若是疫情會當持續受到控制，第4季國內經濟成長率可能會持續調懸。今年 GDP 要保1.6%，應該是無問題。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即擺的農地，若準備摕來做太陽能發電，規定是愈來愈嚴厲。不過，就發電的業者表示講，安尼做會限制因的開發。農委會也規劃講，針對較歹種植或者是平地造林區較歹的部分，通好經來做太陽能發電。不過，環保團體卻是有無同款的看法。農委會7月份修正相關的要點，明定農地設置綠電的條件。包括2公頃以下的土地，除非無法度種植，若無是袂允准變更。2公頃以上的土地，嘛要經過審查通過才會當設置。不過，光電業者煩惱講，這是伫限制發展。針對這點，農委會持續清點無適合種植、甲林上無好的土地，會提報行政院開放加做光電來使用。沒有剛剛我所講的那種2種價值，那可能地利也不佳的，照這3類來區分。那目前的盤點，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所謂林上無好的土地，無涉及原始林，主要是全台灣1萬多公頃平地造林的用地。林務局表示，最近結果就會出來，
不过，环保团体指出，清点的方式不明，烦恼讲选出来的土地，并不是会当兼顾生态甲绿能，而且认为讲，就算是适合供电的用地，嘛无应该甲树仔错了了。假设它生态没有非常的好，但是那边它可能森林还是会有包水的功能，或者是当地的观光游憩的功能。那像这个样子的话，它如果全部都砍了，那这2个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太阳光电产业协会表示，绿能的业者嘛重视生态保育，反对甲林上好的树仔拢错掉。若林上较歹的树林，就算甲树仔错掉设光电，嘛希望发展做营农型，甲农业并存。下面还可以耕种。然后上面我们是以40%的遮蔽，让太阳从东到西，光还是可以照得到我们正下方。我会把它架高到4米高，我们也是反对去认砍它的。协会认为讲，农委会7月份咧定相关的要点的时阵，出发点是要保护农地。不过，煞无注意到营农型的供电，其实嘛会当甲农业并存，袂当认定讲设置供电就无法度发展农业。不过，环保团体呼吁农委会应该爱使用 IRP 整合资源的方法。综合评估，才会当找出真正适合发展供电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旅游平台调查，全球超出旅游地点第1名的所在伫倒位呢？竟然是伫咧台湾，可能是台湾的防疫成果真好，世界有名声。观光局表示讲，疫情期间也会继续宣传，也会先甲重点放伫咧附近的国家。台北102大楼头前，无过去游览车一台接一台，再来国外观光客前景。即马只剩南山的国旅团，全边境也无开放。啊，毋过台湾因为防疫成功，登上国际旅游热搜的第1名。旅游平台统计，2020下半年全球10大热搜旅游景点，台湾第1，领先泰国、日本、甲越南、南韩这附近的国家。观光局表示，虽然疫情期间观光客无法度来台湾，啊，不过国际宣传依然咧继续。第一步就锁定解封了后附近国家的旅客。独立市场包含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包含越南，甚至这个胡志明胡志明那边菲律宾，我想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标的。那未来我们的开放边境之后，我们的复苏重点会放在这几个国家。观光学者认为，目前国人无法度出国，国旅市场振兴，旅游业者多好营造这机会，提升观光环境。啊，不过因为国旅形态集中伫华东甲离岛、甲南部地区，那未来开放国际旅客，那要到这个所在，交通甲旅宿品质一定爱个提升。尤其是自由行的交通接驳，包括可能你出了台北之后，你到中南部，你的交通接驳的一些便利度，还有对外国旅客的友善度，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要再可以多做一些努力。去年国际观光客来台1200万人次，学者推估至少要3年了后，才可能恢复到安尼大人数。学者建议业者伫边境开放进前做出国旅深度游，提升口碑。若是无做出好的品质，等到边境开放，国人也是会抢咧出国，国旅客源佫会流失。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警方最近修订媒体代表的定义，各地配合媒体工作的部分，增加袂当影响行动效率。各类媒体单位就跳出来抗议，认为警方的行为是要进行抬选特定的媒体，阻碍其他人的采访。台湾的记者协会也挺香港，更加希望台湾政府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香港危机。香港警方最近修订警察通例的警察甲媒体关系内容，除了修订媒体代表定义以外，伫配合媒体工作部分，加入无影响行动效率为前提。香港记者协会才会做媒体抗议，指出警方安尼做是对记者进行检选，更加是阻碍采访。咁啊，唔承認呢個記協證同埋攝影記者協會嘅證件，其實對於好多行家、傳統嘅媒體，佢哋影響係可能不太大。但係最受影響嘅就係一班自由工作者。香港七間大專院校的新聞學系也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要求警方撤回，因為若是修改定義，將只是承認在港府新聞處已經登記的媒體機構代表，也有海外駐香港的媒體機構，學生記者將來可能會無法度得到相關的證件。另外，警方也可能亂用封鎖區。不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深夜佇面冊強調，警方修訂媒體代表定義是為着要平等看待大家，唔是要打壓新聞自由，也是檢選媒體記者。香港記協主席楊建興是錄製影片，甲台灣記者協會分享。國安法公布了後，香港嘅新聞自由是愈來愈歹咯。
国安法带来很多不明朗的地方，包括香港的一些民间的团体、非政府的团体，也包括一些媒体，欢迎国际协会、外界关注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些情况。所以我们期待民进党政府以更积极的态度及政策作为因应香港危机。然后台湾不能做闭上关，我们应体认自己就是当局者。台湾记者协会甲侪团体举办支持香港记者记者会，更加发表5点倡议，呼吁台湾政府提出积极作为，包含吸引国际媒体甲办公室返到台湾，接纳香港传播文化界人士，延续香港的出版自由，甲协助香港人才发展影视，互香港的中国研究力量伫台湾施军。另外也表示会继续关注香港人权自由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前几日了发生安养院火灾意外，这年逼出新北市的中和有一间无牌宗教机构，内面有收容7位民众。社会局除了依照宗教法，先甲业者罚10万块，也限制因营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无牌的老人机构袂当存在，也会加强稽查。新北市一间违法的宗教住宿机构，伫中和巷仔内的人家厝内底，当地里长接到民众陈情，疑似有老大人咧出入。里长通报社会局，协同消防局甲警方去现场稽查，查到业者收容7个失联的居民，除了以宗教法裁罚10万块，嘛下令要求因爱停业。老人家这样，病人就是出入嘛，因为台北市发生这种公安事件，所以民众来申请。社会局要求业者1个月内爱清空改善，若无会强制执行，嘛通知家属爱甲因厝内人带转去。或者是协助转送立案的养护机构。新北市长侯友宜25参加老人养护中心的活动，甲老大人互动的时阵讲，新北市有213间合格的社福机构，成员的数量是有够。针对违法的宗教机构，是绝对会处理。这些未立案的，除了不断的透过通报情资立即反映以外，更重要的一定结合各单位强力起地，如果有躲避稽查，一定配合警方强力破门而入。针对台北市无执照的养护中心发生火灾，侯友宜随大动作，要求清查违法的养护机构，去外界解脱组要甲台北市长关问题比关家。因为侯友宜是表示，会以这件代志来成做伊的经验。这些老人长照机构，我们都特别针对他们的公安，不断的加强稽查。我想这个都是每一个市政所长的责任，没有谁比谁的问题。台北市逼出社福机构无定期访视给收集户甲老大人。针对这点，侯友宜表示，无论是公立或者是私立的老人宗教机构，拢会定期辅导。因若新北市是有60万的老大人，侯友宜讲会勇敢承担甲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间老二号老招牌饭店发生管理纠纷，有员工出面指控饭店协理以疫情做理由，要求员工着爱上暗班，甚至有员工甲主管偷袭查甫员工，甲人骗数的歹代志压出来。虽然饭店的性病会有处理，不过助理主管无因为安尼就安分守己啊。可是他还是要逼迫我们去做晚上的工作。台北市一间老牌子的饭店逼出管理的纠纷，女员工出面指控饭店的协理无顾因的意愿，以疫情影响生理，需要调动白班做理由，要求部分的员工改上下晡2点至暗时10点的班。员工还佫讲，这个协理3年前就捌发生偷袭女员工性骚扰的事件。搜证影片当中，协理看起来是坐伫边仔买手机啊，后一秒煞甲手机镜头伸入去女员工的裙底偷袭。我真的也是受很大的重击，连我的老公、我孩子，我也不敢说出来。出面指控的女员工表示，迄当阵至少也有10个受害者。甲公司反映了后，虽然有召开性辩会，甲这个协理记2支大告，减薪水处分。不过代志过了后，协理毋若升官，还佫会对女员工卡来手来，互因强要挡袂掉。我是没有听到其他员工还有这个抱怨，因为已经是很多年前了啦。那时候他的职称是什么？什么时候升职的？我可能还需要再查证一下。雇主没有尽到一个保护员工的性骚扰，一个职场安全的一个环境，那雇主当然会有一个违法的状况。中山分局表示，这个真正的案件过去并无报案的记录，不过因为属于告诉乃论，
当场已经受理陈情人报案，会阁甲协理做侦查。因若记者敲电话给协理，电话是无人接。饭店讲伊已经下班。另外，饭店的副理表示，唔知影是安怎3年前已经有做处分性骚扰的事件，会阁放变出来，公司会阁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要求学校的营养午餐拢爱使用台湾出产的肉品，这当中增加出来成本，农委会也正在研究补助方案。另外，食材认证的部分，农委会也希望业者会当使用产销清楚的台湾食材。学校营养午餐奖励采用溯源的食材，嘛就是要采用3种1Q，包括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有机农产品标章、产销履历标章，佮有 QR code。不过美国来猪每年特别进口，中央已经下令学校午餐必须使用国产肉。业者表示成本一定会增加，呼吁提供补助。不过，即马传出农委会被硬性规定要使用有验证的产品，业者委员表示一切拢需要开会讨论。就以我是业者来讲，我觉得用认证的食材，其实确实第一是使用国产，那第二当然我因为我们在使用上，我们觉得国产的品质确实比进口的其实好。不过，农委会强调，目前嘛是延续即卖政策，鼓励业者使用会当溯源的国产品。3种1Q 等4类的产品，业者拢会当自由选择使用，无限定其中的一类。有关使用者会当溯源的国产品的增加成本，已经在精算，看要安怎来调整对业者的补助。这个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我们现在会从教育部午餐登录平台去的后台去把资料捞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比对这些价差。目前农粮署奖励业者使用3种1Q 的食材，逐人逐顿补助3块半，算出要增加偌济了后，会搁甲业者来讨论。相关的工作会伫明年1月1号进行来完成。记者林俊明、单昌伟台北报道。新德县的风景区峨眉湖真会当坐游艇、游艇游赏风光。不过当地却无公共便所，县政府也表示讲，码头区迄是农牧用地，若准有需求，会当增加临时便所。对啊，我没办法。美丽的湖面，佮搭上一边的吊桥，或者看起来就亲像一幅图。根据统计，峨眉湖2年多来已经吸引了差不多3万外的游客来到这选择坐船游湖。不过到今仔虽然一间公共便所拢无，实在真不方便。如果我们1、2个人来是没有差别的，不过如果人很多的话，应该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的话，他们业者或者是政府机关的话，真的有必要设个公共厕所。老中青这都需要厕所，因为我们成立了2年整整，都没有厕所，也是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他可能来到这边，发现没有这些不方便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下次再来的意愿会减少。这样，新德县政府回应，初步了解，峨眉湖游艇码头袂使设立公共便所，原因就因为这是农牧用地，不过若有需求，会在附近设临时简单的便所。因为该浮动码头区是属于这个农牧用地，是水库的集水区的保育区，那是否在数量上后续能再突破有固定式的厕所，或者是有这个流动式的一个厕所？那相关的用地的问题，这部分我们会再跟峨眉乡公所去做一个研议。附近商家指出，来这佚佗的游客拢因年纪大的老人较多，不过也是希望县政府会使找出相关办法，确保便所的问题会使量早解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在云林口湖有一位已经70岁妇人人，32日前个红赛过身了后，伊一个人请养3个后生。不过这3个后生对10年前就开始失智，一个接一个拢变做是植物人。后来创设基金会协助老娘亲，干来为后生送到养养院，减少伊的负担。43岁阿金倒咧眠床顶，平时只用靠留一个食物来食3顿，生活照顾拢由伊70岁妈妈来做。因为阿金5年前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发病，2年前变成植物人。但除了阿金，还有伊的2位哥哥，嘛拢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变成植物人。就是安尼，大生就是因人3个安尼，拄阮买佫即个安尼吼，佫发作吼，啊2、3个我都无法认，才买讲只能甲办一下。何妈妈表示，30年前因翁过身后，伊就家己抚养3个囡仔，但为10年前开始，3个囡仔陆续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嘛陆续变成植物人。伊一个人无法度照顾3个囡仔，甚至有上袂开的想法。
后来由创社基金会帮忙，将大校生和二校生送到安养院来照顾。可是他也想到这些孩子，他没有办法割舍下这份心意，所以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的照顾他。那其他的2个儿子目前都在创世安养中。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发生的这个个案，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寻求一些社会上的协助。洪妈妈感谢社福团队的协助，可以减轻一家照顾3个囡仔压力，希望囡仔病情会当好转，好好来陪伊开讲。创社基金会嘛讲，目前云林地区大约84个像安尼个案，拢真需要社会关怀和协助。记者为您报道。学校的课本是知识的来源，不过常常让囡仔嫌无聊，多样阁歹看。就3位少年囡仔对7年前开始进行教科书的美感调整，透过重新设计整理资讯，把死顶顶的课本改头换面。用手摸会当感受树皮纹理，这是国校的自然课本。除了要让学生用摸的上自然课，其他科别的课本嘛跳脱传统的模式。透过这些，不管是插画也好，或者是很有质感的照片、图像，来引导他们进入这个科目的学习，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一步。看看你的礼物。7年前，团队为头一本的国语课本开始，这阵设计科别愈来愈多，团队嘛加入客观的学术研究办法，证明课本唔拿水，嘛当提升学习的效率。伊的排版上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的这个清澈的程度有比咱本来的所在搁较清澈。伊咧放迄图的过程当中，伊会甲放好做伙，互咱咧看的时阵，人较好来看伊这图开这个字之间的一寡关系。经过1年的提头，公部门出版商的态度变较开放，嘛和教育和设计开始有交流。我觉得大家开始注意到教育设计透过美感跟视觉的媒介，引发大家第一步的注意美学或美感这件事情，大家在全民的意识中有开始获得提升。我们觉得是这个计划很棒的一个成果，这样子。教科书改造计划将美学概念为民间塞入公部门。团队讲，虽然目前离目标也有距离，但是美学教育的经济已经压落土，相信一定会当看到开花结籽的迄一日。记者杨淑静、丁学水综合报道。正出名的电影《007》就针对内面的主角 James Bond 研究，又宣布讲真正找到 James Bond 的一位英国间谍。不过，伫研究内面认为讲电影伊迄位比较较厉害。My name's Bond, James Bond. My name's Bond, James Bond. 为第一代是恩康纳来到即马第6代丹尼尔·克雷格。50多年来，007系列电影男主角换几啊个，不过这句台词从来无换过。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超过半世纪，大部分人拢认定这个名字是小说甲电影内底虚构人物。不过事实上，冷战时代确实有一名英国间谍叫做詹姆斯·庞德。俗称英国军事情报局第6处的秘密情报局 SIS， 掌管英国对外机密情报任务，由外交大臣管辖。在1964年美苏冷战上高峰的时阵，当时36岁詹姆斯·庞德派去波兰，名气上是英国大使馆的机械武官，实际上负责刺探前苏联在波兰的军力部署。W latach 1964-1965 pracował w ataszecie wojskowym. Podróżował troszkę po Polsce. Był w Białymstoku, był w Olsztynie. Tam interesował się obiektami wojskowymi. 唔知是巧合也是故意，真实的詹姆斯·庞德奉派去波兰，已经是第一部007电影第7号情报员放3长年后，詹姆斯·庞德这名早就真红。所以，真实詹姆斯·庞德入境，无可能无引起波兰反情报部门的注意。电影当中的主角身躯边有真侪美女做伴，根据档案研究员的讲法，真实詹姆斯·庞德甲虚构情报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美女真有兴趣。另外，当年这位英国间谍的刑事作风完全无符合保持低调情报工作基本要求。在波兰反情报单位严密监控之下，詹姆斯·庞德任务以失败收场。搁伫到波兰无满1年了后，1965年1月，就被调回英国继续在军中服役，一直到退伍。
伊伫2005年过身，享年77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明仔载上班爱保假，唔保气象，有关也爱报互恁知影。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做胭脂水粉，罗马字写做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令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卖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嘞。这时阵吼，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德的芳粉吼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德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大大的、高高的cream母，薄薄啊，甲抹一圆，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入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洗妆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洗妆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日霜、隔二霜、入目睭毛，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来请收看咱的节目。